嗱，我冇估錯啦，最新嘅現場嘅畫面出嚟啦！呢對非常父母今日真係跑到去高等法院門口上演一場全香港人睇到眼都突埋嘅演技大爆發。所有電視台啊、傳媒啊嘅鏡頭影住佢哋揸住嗰幾十頁紙喺高院法院門口聲嘶力竭、聲淚俱下喺度鬧社署未有保障 Danny 仔人道嘅對待。就要控訴社署限制佢哋每星期只可以見 Danny 仔15至30分鐘，仲要大聲疾呼話社署俾佢哋嘅文件係全數塗黑，指控公平審訊受損，高調宣稱要申請人身保護令。聽落好悲情啊，係咪好似天大委屈咗嘅慈父慈母呢？但係我想同香港所有觀眾回想一下，上次傳媒訪問佢哋講到親生大女喺芬蘭度夭折。大家記唔記得關小姐當時係一臉淡然，甚至有少少 arrogant 咁講：大女死嘅時候我冇喊。今日去到高院門口對住無線啊、有線啊、星島啊、01啊，佢哋居然係面速表面，聲嘶力竭，聲淚俱下。大女夭折，一滴眼淚都唔流，去到高院門口反而可以喊到呼天搶地。唉，今鋪法國妹又中啊！係啊，又係我法國妹，記住訂閱我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同埋留言俾我，需要你哋嘅支持，幫我睇晒啲廣告。今日我哋就唔再重複啲舊嘢啦，用香港家事法庭嘅程序同埋私隱條例同埋呢個行為心理學去又搣洋蔥，睇下你哋今場係喺高院門口嘅公關 show 又做成點啦，好唔好啊？多謝。好啦 recap 翻今日新聞最震撼全港嘅畫面，就喺高院門口聲淚俱下。新聞相啦，同埋啲 video 都影得清清楚楚。你哋兩夫婦拎咗幾十頁紙喺傳媒眼前就喊到眼腫面腫咁，控訴呢個體制剝奪你哋家庭生活。講到呢啲眼淚，我哋用心理學同埋事實同你去對質。喺行為心理學裏面，一個人對至親嘅生命逝去係表現出極度冷漠。但係喺公眾場合同埋鏡頭面前你居然係擺出一副好劇烈嘅情緒爆發，呢啲就叫做表演性嘅悲情。關小姐，你面對10月懷胎喺異鄉因為腦膜炎夭折嘅親生大女，你當其時講話我冇喊。而家社署為咗保護 Danny 仔條命，依法限制你哋見面，你哋反而喺所有傳媒面前喊。你哋呢啲眼淚到底係因為心痛 Danny 仔啊，定係因為你哋反體制嘅神話俾法庭打到落花流水而嬲呢？你哋喺高院門口喊得咁誇張，其實係暴露咗你哋只係想利用傳媒再去賺取公眾嘅同情心嚟掩飾你哋自己跨國疏忽照顧兒童嘅鐵證啊！呢種戲劇性嘅眼淚簡直係呢對所謂嘅慈父慈母嘅4個字最大嘅侮辱啊！再睇佢第二個最新嘅控訴，曾生喺高院門口大罵社署，話社署保護令官司裏面將好多方面嘅專業會議啊、關鍵嘅文件啊，全部都塗黑。控訴就係叫做隱瞞證據，違反公平審訊。聽落好似社署做緊啲係咪又黑箱作業啊？嗱，我就用基本香港家事法庭嘅少少常識去打爆你呢啲咁嘅無知。曾生，你少喺傳媒面前再喺度扮啲 victim 啊！喺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同埋家事法庭保護兒童嘅法定程序裏面，案件文件進行呢個塗黑係因為法庭法律去強制要求呢啲標準嘅程序嚟㗎。點解要塗黑？因為文件裏面包含咗舉報虐兒嘅醫生啦、社工啦、護士等等嘅個人資料，仲有其他無辜未成年家庭成員嘅私隱。如果唔塗黑唔通就將呢啲咁嘅舉報人嘅名直接交俾你哋呢對高危父母去騷擾、去報復咩？法官喺庭上其實已經好清楚明確咁教咗你哋啦，要求你哋要根據私隱條例去索取適當嘅資料嘛。你哋攞住嗰份依法保護舉報人私隱而塗黑嘅文件，就喺呢個傳媒面前又話咩黑漆陰謀啊？呢啲根本就唔係體制迫害你，而係你對香港法律程序係極之無知嘅表現啊！第三，你哋控訴社署實施呢個嚴格嘅接觸禁令，每星期只可以見1次2次，大概都係15至30分鐘。社署話社署呢啲係缺乏法律同埋醫學依據，你哋真係好意思仲講咩法律同醫學依據啊？第一，
你哋大女拖延救治、夭折，呢啲係醫學鐵證。細仔冇種疫苗，搞到要發高燒，有感冒菌，所以發高燒入咗醫院，呢啲都係鐵證。第二，法律嘅依據呢，喺九龍城少年法庭頒布36個月嘅保護令，呢個就係最高嘅法律依據。社署作為 Danny 仔嘅法定監護人，用嘅嚴格啲嘅限制去見面時間到15至30分鐘，正正因為你哋有跨國疏忽照顧，又唔幫喺42日裏面幫阿 Danny 仔登記身份、出世紙，亦都拒絕呢啲現代醫療照顧嘅嚴重前科啊！社署一定要嚴謹去監管㗎嘛，就係防止你哋見面時又唔知做咗啲乜嘢極端行為。哇！你哋會唔會夾埋阿 Danny 仔走呢？每個禮拜見15分鐘，你哋嫌少啊？想當初 Danny 仔嗰黃金42日，你哋連身份都唔俾佢啊，等佢做黑市人口。你哋有冇諗過真係俾一個正常嘅家庭生活佢呢？社署限制見面嘅時間係體制履行保護兒童嘅責任，防止好似你哋呢啲咁樣將細路仔再次帶佢哋入去一啲高危嘅環境。最諷刺嘅係，真山你喺高院門外又話自己唔可以負擔到啲咁高昂嘅法律費用，連遞交人身保護令呢個文件有冇遺漏呢都唔 sure 啊！而承認自己可能呢俾政府嘅資深大律師呢會擊敗。喂，大家記唔記得啊？佢哋呢好似喺第2次訪問嗰陣時呢，真山嗰啲大隻講嘅高調宣稱自己同關小姐呢有足夠湊大 Danny 仔到3歲嘅儲蓄。喂，前言不對後語喎，之前吹水就話有大把錢儲起，而家去到高院呢，你又話喊苦喊忽，話自己呢冇錢請律師，你連自己承認呢份人身保護令嘅文件都話唔知有冇寫錯，都話怕寫錯。哇！你明知有機會寫錯，你仲敢去高等法院入稟去濫用呢個司法程序嘅？你哋明知道申請人人身保護令嘅程序係完全錯㗎，你明知自己完全冇呢個法律團隊嘅支持㗎，你哋依然跑到去高院門口做場 show。你哋唔係想打官司啊，你哋係想將呢一場 show 令到公眾再關注，再有 spotlight， 繼續咧喺 internet 上邊咧，可能又喺度眾籌續命啊！我有冇講錯啊？嗱，你哋大家可以睇翻上一集，我點解講話佢去錯法庭？曾小姐、關先生，你哋呢場公關大戲可以立即停止啦！大女去世嘅時候，你哋連一滴眼淚都冇流。今日去到高院嗰陣時咧，哇，喊苦喊花到真係一哭二罵三上吊咁樣。但係香港嘅法治體制淨係睇硬邦邦嗰啲實證啊、證據嘅，只會睇兒童最佳利益，絕對唔會俾你哋鏡頭面前嗰啲咁 drama queen 嘅嘢，嗰啲眼淚去為所動搖嘅。九龍城少年法庭已經頒咗36個月嘅保護令，呢啲就係體制替天行動。你哋越喺高院門口做表演呢，越係證明俾全香港人睇，社署帶 Danny 仔喺你哋身邊帶走救走，其實係非常絕對正確嘅決定啊！好啦，都就咁講就差唔多啦。我次次都好燥嘅，一講到佢哋，但係記住，大家要支持我，就係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like 啲條片，睇晒啲廣告，同埋留低你哋嘅意見。話俾我知，你哋今日喺媒體面前睇到呢場咁肉酸嘅公關 show，有啲咩感覺？嗱，我哋下集再見。Have a nice weekend，拜拜。